好多人對私家偵探嘅印象會有獵人嘅形象，追蹤、埋伏、偷拍，好似捉狐狸咁，將秘密一個二個揪出嚟。但係做咗咁耐，我發覺現代嘅偵探工作其實更需要嘅係另一種角色——翻譯者。點解咁講？因為我哋每日面對嘅唔係活生生嘅人咁簡單，而係一堆冷冰冰嘅證據語言。你話銀行月結單、轉數快記錄、WhatsApp 信息時間，甚至係一個人嘅生活習慣，呢啲嘢本身唔會開口講嘢，佢哋只係散落一地嘅密碼。普通人睇到只會覺得眼花繚亂，而我哋嘅工作就係將呢啲密碼翻譯成你聽得明嘅事實敘事，即係我哋要睇得明份財務記錄背後有冇隱藏嘅資金流向，要解讀到通訊痕跡入面有冇唔尋常嘅時間密碼，要理解法律文件之間有冇前後矛盾嘅位。呢啲嘢唔靠直覺，而係靠跨領域嘅知識，法律、金融、社會工程，仲有嚴謹嘅邏輯分析，最後再用清楚準確嘅說話話翻俾你知。所以我哋俾你嘅唔淨係一沓資訊，如果淨係俾資料你自己上網查都得啦。我哋俾你嘅係經過翻譯、驗證同深度分析之後嘅洞察，即係話你知呢堆證據夾埋到底代表啲咩，同埋根據呢個真相，你可以有咩可行方案去行下一步。真相唔應該係一堆睇唔明嘅密碼，你嘅疑慮值得一個清楚嘅答案。如果你需要人幫你翻譯真相，歡迎私信我哋傾下。所有對話絕對保密。